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紐解釋，我係細路。今集要講嘅係紐卡素10月新聞報道。眨下眼已經到咗10月底，我幫大家整理咗呢個月幾單值得留意嘅新聞，順便講下自己嘅睇法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。前紐卡素龍門 Tim Krul 宣布退休，趁呢段時間介紹下佢嘅生平。紐卡素喺佢2006年17歲嘅時候，由荷蘭球會 ADO 海牙簽入。由於咁細個已經簽咗俾紐卡素，自然就符合紐卡素嘅青訓資格。頭兩季主要外借吸收經驗，之後升翻英超，開始連續5年穩坐正選門將嘅位置。11-12年球季仲拎過球會最佳球員。喺紐卡素最經典嘅比賽就係2013年英超作客熱刺，全場作出14次撲救，最後以0-1成功保住3分。當然，告爾嘅成名作就係2014年世界盃4強代表荷蘭對哥斯達黎加，加時去到最後一刻，102分鐘換入撲12碼，結果5球入面撲咗2球，成功晉級決賽。當時領隊雲高爾表示係秘密叫告爾練12碼，令告爾成為世界盃史上第一個專門換入嚟救12碼嘅門將。喺紐卡素合共上陣184場，輾轉去過白禮頓、諾域治，最後喺勞頓宣布掛靴。據報道講，球會2年前仲考慮簽佢翻嚟做歐聯嘅後備門將，可惜最後唔成事。祝佢退休生活愉快。因為前鋒 Callum Wilson 嘅離隊，球會需要重新選副隊長，候選人包括舒亞、祖靈頓、撲比同埋東拿利，由球員以投票方式決定。都可以討論下呢4個人究竟邊個值得做副隊長。個人認為要穩定正選，用表現喺球場上證明能夠帶領團隊。以依家情況睇，舒亞已經唔一定係正選，祖靈頓狀態比較浮動，最後得翻撲比同埋東拿利比較有可能。另外最好就係英文精通，隊長作為球員同教練溝通嘅橋梁。而上一個副隊長 Wilson 又係英人，所以撲比同賀維同聲同氣，自然係理想人選。而結果最近亦公布係由撲比當選新任嘅副隊長。借呢單新聞順便介紹下球會而家嘅隊長架構。正式嘅隊長 Team Captain 係 Bruno， 幾乎每場正選表現出色嘅佢，浸咗幾年英文，帶起隊長臂章，負責同裁判第一時間溝通又好合理。而副隊長 Vice Captain 依家就有查比亞同埋撲比，而拿修斯就繼續係球會象徵性嘅 Club Captain。最後仲有丹班同埋梅菲都喺 Leadership Group 嘅入邊。賀維大致都係靠呢6個人去維持球隊嘅運作。以撲比嘅經驗同埋穩定表現，相信佢一定能夠勝任呢一個角色。球會公布9月最佳球員係禾特美特。9月份紐卡素總共踢咗5場比賽，禾特美特攻入2球，包括地標戰對狼隊嘅唯一入球，幫球隊全取3分，再加埋對阿仙奴入頭槌，表現絕對實至名歸。雖然球隊9月整體成績一般，但表現突出嘅球員除咗禾特美特之外，其實仲有撲比、馬力洲、博文等防守球員都值得一讚。今次俾禾特美特拎到獎，對士氣都有好大嘅幫助。特別係佢作為新加盟嘅球員，第1個月就拎到月度最佳，確實係幾鼓舞。希望佢可以 keep 住狀態，繼續入波。球會商業合作越嚟越多，紐卡素最近繼續同唔同嘅品牌合作，最新就係同 Adidas 推出 FPZL 嘅 FC 系列。包括開賣當日好快賣晒，定價230磅嘅外套，仲有鞋、衛衣、T 恤等等。最特別係用翻76年至83年嘅圓形舊版 logo。呢幾年 Adidas 出翻紐卡素嘅衫款都真係幾靚，可惜香港市場就比較難買到。另外球會亦都有同 Visa 合作，推出市場推廣活動，鼓勵人用 Visa 有機會贏取去聖詹士公園現場睇波。8月份嗰陣仲有黑啤 Guinness 成為官方啤酒贊助商，簽咗3年合約。呢啲合作背後其實都要多得 Chief Commercial Officer Peter Silverstone 嘅功勞。自2022年上任以嚟，幫紐卡素成功簽咗多個國際品牌合作，令球會收入提升唔少，可以話係球會財政改革上一個好關鍵嘅人物。紐卡素宣布任命 Ross Wilson 為新任體育總監。Wilson 今年41歲。好後生，蘇格蘭人，職業生涯由青年隊教練開始，之後做過 Huddersfield 同埋 Southampton 嘅 Director of Football Operations。2019年去到格拉斯哥流浪，2023年再去到諾定咸森林擔任 Sporting Director。
冇錯，又係森林。紐卡素同森林近年真係緣分不淺。近3年內，兩間球會喺球員轉會上已經有唔少交易，包括 Jonjo Shelvey、Chris Wood、ODC Fracadimos、Elliot Anderson 同埋 Anthony Elanga。由買人到賣人，甚至連高層挖角都合作無間。雙方嘅商業關係都唔錯，係名副其實嘅友好球會。不過唔代表咁就買啱人。前任體育總監 Paul Mitchell 6月離任至今，紐卡素已經等咗3個月先決定請 Wilson。呢個位咁重要，審慎啲都合理嘅。特別係沙地財團入主之後，呢個位冇一個做得長。由被曼聯挖走嘅 Dan Ashworth 到心灰意冷辭職嘅 Paul Mitchell， 球會都需要一個穩定而長期發展嘅領導者。3個月嘅等待似乎又好合理，甚至比預期中快。紐卡素今次甚至賠咗賠償金俾森林，令 Wilson 唔需要等 Garden Leave 就可以即刻上任。當然最大有可能嘅爭議點就一早解決咗，任命之前已經同賀維溝通過，賀維更親自稱讚 Wilson 喺森林嘅工作表現，認為佢真係有料，所以雙方係有信任基礎之下先拍板。佢上任之後有幾件事需要盡快處理，第一時間解決嘅就係球員合約嘅問題。包括利華文圖博文簽新約，同舒亞、查比亞、卡夫特嘅可能續約等等。當然仲有搞好球探網絡、青訓等等。希望今次真係請啱人，帶領球會繼續進步。最後仲有續約新聞，東拿利的確係簽咗續約，不過呢份合約其實早喺23-24年球季禁賽期間已經簽咗，主要係補償翻嗰一年無法履行合約。新約會到2029年。甚至有條款可以延長到2030年，所以呢單其實係舊新聞，可能係最近有球會有意簽佢，所以打探下佢份合約，最近先曝光。合約仲有3年，相信球會短時間應該唔會再理東拿利份合約。另外一單就係撲比，佢觸發咗自動延長合約去到2027年，呢個決定算係意料之內。撲比近年表現穩定，撲救率高，一直穩坐1號門將。最近亦難得喺歐聯記者會上接受提問，被問到關於續約，撲比表示好開心，希望可以喺紐卡素踢到退休，留得幾耐就得幾耐。被問到英格蘭國家隊嘅重返可能，佢話今年係世界盃年，當然想重返國家隊，但最緊要都係踢好紐卡素先有機會被選翻入去。被問到同藍斯道嘅競爭，佢表示同新加盟嘅藍斯道關係好好。早幾年喺國家隊已經認識，互相促進大家進步。最後被問到自己唔係唯一一個 Nick 有咩睇法，佢表示禾特美特喺更衣室大受歡迎，佢嘅加盟同入波都令大家好高興。聽得出撲比喺紐卡素踢得幾開心，希望佢繼續穩守紐卡素嘅防線。總括嚟講，10月紐卡素嘅新聞全部都係正面，有副隊長嘅選舉，有品牌合作，仲有續約消息。特別係終於補翻 Sporting Director 呢個位，球會無論係場內場外都一步步重返正軌，祝福紐卡素一切順利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